今日嚟到大嶼山寶蓮寺。其實大嶼山寶蓮寺都唔係好耐歷史喎，100年都唔夠。之前3個高僧開嘅，好似以前叫大茅棚噶嘛。而家呢一度咧搞到有聲有色。第一陣去埋大佛，係寶蓮寺先多啲外國人。頭先喺呢一度食齋，如果係貴賓廳嗰度食齋咧，就係要150蚊一位。但係而家喺呢一度食咧都唔平喎，一條春卷10蚊，因為咧30蚊揀3件。